2025年 APEC 的会期月底伫南韩举行，总统赖清德是搁再邀请总统府的主席林信基出任领袖代表，期待伊会当向会员国传达大学院的3个主张。咱来讲到这传习会按算伫咧 APEC 期间举行，美国总统川表示讲会含习近平讨论到台湾议题，敢会因为着要含这中国达成无一协议表态来反对台独立，川是伊无正面来回应。不过伊也强调讲会互中国了解到美国是全世界上强的军事力量，所以中国会防客惊，袂侵犯台湾。2025年 APEC 月底会伫南韩庆州举行，总统赖清德再度邀请总统府主席林信基出任领袖代表，佮希望林信基向各会员国传达台湾努力强化经济转型，关键分享先驱产业经验，加动力加速 AI 发展的3项主张。我们非常乐意跟理念相近的经济伙伴分享发展半导体等先驱产业的经验，并透过加深对彼此的投资与经济上的互补，来深化区域的合作。我将善用这一次代表赖总统出席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的机会，积极的与各 APEC 的会员的领袖代表以及企业界的代表交流。咱个希望活动的领袖必然包括美国总统川普。APEC 期间，川普也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传习会。川普表示有机会讨论到台湾议题，不过对今时会为了甲中国达成无效协议表示反对台独。川普无正面回应，咱个外交部强调密切關注美中活動，台美之間的溝通管道也保持暢通。I don't see that at all with President Xi.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very well as it pertains to Taiwan and others. Now, that doesn't mean it's not the apple of his eye, because probably it is, but I don't see anything happening. 川普认为，中国了解美国是世界上上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会防吓阻被侵犯台湾。同时透露已经接受北京邀请，伫2026年初访问中国。最近，当选国民党主席的郑丽文也表达愿意去中国会见习近平，佮讲九二共识是两岸的通关密语。是要通到配合习近平国家统一吗？所谓9·2共识与一个中国原则和一国两制成为3位一体的对台政策，它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并吞台湾。行政院长邓英台表示，期待郑丽文会当以中华民国主权无妨侵犯、无改变台湾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前提之下，提出亚过5位主席候选人的力度，甲习近平见面。公视新闻采访报道。